開始啊！我想我不會再像從前那樣唱那些故作深沉的話，我想解釋這由來已久的問題，關於我和你和愛情。我沒有信仰，對於我你比信仰重要，因為信仰總是讓人失望。哦，別說親愛的你還有音樂了，去他媽的音樂是誰家的姑娘啊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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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係咪嚟到呢度得啊？係啊，得啦，冇問題啊。我哋知道呢件事話唔係，其實我啱啱先咧，我拉完之後咧，我個腦啊〜